大眾途銳呢就要推出中國了，11月份就走，毫不留戀。途銳呢也算是車圈裡面最憋屈的富二代了。它跟保時捷卡宴呢，還有賓利天越呢，都同屬於 MLB EVO 平台，俗稱豪門三兄弟。人家卡宴靠標能多賣50萬，那賓利天越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即係幾百萬嘅貨。點解同一個阿媽生，人哋要住半山豪宅，你又要瞓東莞代工廠咧？你知唔知道途銳最威水嗰陣時咧，係行12缸發動機，0到100 5.9秒，賣158萬，就係而家降價供到50萬都冇人要，哇！啲銷量或者仲慘過港產片票房啊，即係好似嗰出《風林火山》咁樣啦。它的尺寸呢就更尷尬了啊！車長呢就4.9米，軸距呢2.9米，隨隨便便找現在一台新能源車可能軸距都比它長。在這種以大為美的中國市場裡面，簡直就是一台小號的 SUV。先生你好，雖然我們這台車標價58萬，但是我們跟瑞爾是同一個平台哦。所以呢，我開出去就跟別人講，我換了台新途觀，對吧？途銳嘅失敗咧，就好似一個技術直男輸俾一個網紅小鮮肉嘅悲劇，也是燃油車被新能源車扒掉底褲的悲劇。當他還在炫耀拖着波音747的飛機在經典營銷的時候，國產的新勢力已經冰箱、沙發、大彩電來教他坐車了。途銳的車機咧卡得好像諾基亞一樣，智能的功能落後到連 Siri 都要同情他。你硬係要讚佢咧，途銳都係得個機械素質，仲係上個時代嘅產物嚟。呢個時代要嘅唔係低調嘅實力派，而係一眼就豪華嘅社交貨幣。而家嘅途銳咧就好似個過氣明星咁，喺台上邊淨係唱緊佢嘅最後一隻歌。